國家主席胡錦濤喺人民大會堂會見到訪嘅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胡錦濤讚揚希拉里上任冇耐就嚟亞洲訪問，顯示美國新政府高度重視亞洲同埋中美發展。佢相信希拉里會繼續為中美關係發展作出貢獻。國務卿女士就任不久，就來亞洲、來中國訪問。我相信國務卿女士在任職期間一定能夠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希拉里轉達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胡錦濤嘅問候，又話奧巴馬期望嚟緊4月同胡錦濤喺倫敦舉行嘅20國金融峰會中會面，可望到時能夠宣布中美建立高層戰略同埋經濟對話框架。希拉里之前去到中南海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見面，溫家寶話當前全球正面臨金融危機，好欣賞希拉里曾經講過一句話：同舟共濟。佢話同舟共濟出自《孫子兵法》，講嘅係吳越兩國由開戰膠着關係到最後。希拉里再用上另一句中國嘅說話：口渴之前要先掘井，比喻中美應該加強合作。希拉里話中午參觀清潔能源嘅製作過程，相信中美嚟緊有好多機會深化各方面嘅合作。